今次嘅單位整體設計主調放喺柔光、木質與寧靜節奏。入屋就見到一個線條乾淨嘅客飯廳，米白牆身配木紋地面，加上柔和燈影，營造一種放慢生活步伐嘅空間。而飯廳就採用咗訂造長凳再加木台，令到線條簡潔利落。再往內走就係鋼琴區，左右都設計好收納比例，係屋主可以慢慢沉浸嘅一個角落。廚房以白色面板配硬紋地磚，視覺清爽。而浴室就維持咗同一個格調，用石紋再加聯燈，令到日常變得更平靜。房間方面，細房以半高展示櫃配床邊光位，展現細緻感；而主人房就利用大幅轉角玻璃窗引景入室。而床頭木板結合布藝，加上全高衣櫃同埋化妝台，令到景觀、光線同埋空間都韻律一致。整個單位以柔光、木質、節奏3項元素，將日常生活重新編排成一段靜靜嘅風景。